消費者委員會為加強對居民與旅客消費權益嘅保障，提升消費信心，以促進社區經濟發展。消委會加強與各區工商聯會嘅合作，開展系列社區宣傳，呼籲商戶誠信經營，共建誠信優質嘅消費環境。消委會喺開展呢系列嘅社區宣傳活動嘅目的係為咗加強商戶嘅守法意識，發揮到以誠以禮嘅待客精神，擦亮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呢一個金名片。喺社區宣傳活動期間，消委會呼籲商戶以客為尊，提高服務質量，更特別提示誠信店商戶需遵守誠信店認可計劃規定，向消費者提供合規商品與更優質服務，發揮誠信店以誠待客嘅精神，助力本澳建立優質旅遊城市形象，打造在澳消費信心嘅保證。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喺2022年1月1號生效咗㗎啦。咁相對嚟講係比較新嘅法律嘅，所以我哋就專登做咗一啲小冊子，以圖像嘅方式更加生動咁樣說明，亦都透過今次嘅落區活動面對面咁同佢哋說明一啲法律嘅規定嘅，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清楚我哋消保法嘅一啲規定啦，同埋對誠信店有更加深嘅認識嘅。澳門嘅商號我相信都非常之殷實嘅，亦都非常之注重佢哋自己嘅商譽。咁透過今次嘅活動亦都能夠更加進一步咁樣提高佢哋嘅守法意識。消委會致力配合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發展，為進一步提升誠信店信心標誌嘅形象，促進旅遊加消費效應。消委會將繼續與各商會及社團合作，喺全澳各區開展相關宣傳工作，同時加強喺境內外嘅宣傳力度。消委會除咗會持續加強對誠信店嘅體質發展之外包括一啲舉辦一啲活動培訓等等，亦都會着力提高誠信店嘅公信力。咁而家市民亦都可以共同去監督誠信店嘅。另外，亦都會舉辦唔同嘅誠信店宣傳同埋社區嘅活動促進社區嘅消費活力。亦都通過境外嘅消費者保護組織去協助一啲推廣，將誠信店呢個品牌帶出去。消委會將持續藉各項宣傳工作，將誠信店優質標誌帶入社區，藉此向居民及旅客推廣誠信店信心消費嘅標誌。